好，咱开始来读哦。1643年8月17号，西南风大扫好天，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安海，载地舱载10个人。要暗嘛看见南方有一只大船，又讲是 Waterhound 号。暗时啊，迄只船来南平。停船的所在伫遐停泊。8月18，早起真恬静，无风，因此昨昏费了真大气力，准备好会当航行的便底船 Zero 号，无法度航出即个港道，必须爱留落来。下晡。Waterhound 号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停泊，和 Vaz 号相款是对东京来的。叙述了和上述 Vaz 号的船长所讲的相同的报告，就是意思和 Vaz 号的船长所报告的代志最相款的报告吼。也接着牧师叫做啥 McKinney 对大白莲寄来一张刀批，并且同齐送来违背公司命令留伫南方的5个西那人。今仔日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载地舱载53个人。8月19。早起恬静无风，因此上述便底船还阁必须停留。下晡，迄只篷船 Alkmaar 号对平湖转来。我今仔日研究讲看要安怎读即个荷兰语哦，有够歹读的啦，因为因为伊含英语相款无啥物规则感觉发音安尼感觉乱七八糟无啥物规则通，无像西班牙文安尼足规则的所以逐来我也是用，反正都是共款黑白念Alkmaar 和对平湖转来。但是荷兰文讲，我感觉其实念起来真好听啦我感觉伊和德文相款听起来感觉和德文就相像，应该是英文、荷兰文、德文因这是同一个语系啦是叫做啥物？罗曼语系还是啥物？我袂记得因这同一个语系就对啦。北边和南边即个 Italy 啦Italy Spanish、Portuguese 和即个。因这是同一个南方叫咩啊？可能是拉丁语系拉丁语系法国嘛算是拉丁语系法文但是我感觉法文可能念起来、讲起来就和 Spanish 和 Italian 差别较大啦OK， 好咱继续转来几只下晡，迄只篷船 Alkmaar 号对平湖转来，满载着米和藤，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载地舱70个人。8月20。早起黎明时 ，Zero 号。趁着烈风出港，即只便底船因为真经无风，一直无法度驶出去今仔日总算驶出去山水的篷船，山水是应该是一个西那人的名山水的篷船甲行李人8库的篷船，分别伫上午甲下午对平湖载胡椒甲藤来到遮。要暗嘛时阵。篷船 Alkmaar 号落河了后，载着一张写互迄只荷兰船主管的批，随又搁派往平湖，也有
日的船只出入，一只高野船对米罗瓦来，载西瓜背西那人，两只胖船航往西那沿海，载米量的鹿仔肉甲藤48个人。一只高野船航往偏湖，载地层门，载18个人。8个日，西南风好天。早起山水的胖船，甲所在雨招落来，准备伫明仔早起要搁去航往偏湖。今仔日伫议会内底商讨几件要务，并且决议如下。伫鸡人岛屿西边迄个灵堡吼，就是临海的灵堡，叫做日本吼。伫迄个灵堡下面有河药，搁即个地胶我袂记诶，进前讲啥啦，土坑哟。我伫咧灵堡下面有河药土坑啦吼，以及坐伫咧山顶诶迄个圆堡，会当防御该处。要踮咧迄两个要塞派驻30个到40个人吼，伫鸡人遐吼。其他伫咧鸡人诶要塞爱遵照总督阁下命令来甲拆除吼拆毁。而伫咧淡水另外建造一个碉堡。内面有36尺4方吼，墙高6尺，就像Utrecht 碉堡安尼吼，乌特勒兹啦吼，乌特勒兹堡吼 ，Utrecht。为着要尽量来省经费，而且因为欠缺即个木料吼，所以厝顶爱用。穹顶压扛起来，穹顶其实是伫咧咱的即个建筑语言内底嘛是有用到即个嘛是应该是讲对咱的建筑语言内底有即个词吼，叫做拱顶吼。但是我毋知影台语要哪读吼，或者是讲台语要哪讲，我毋捌听人讲吼。讲厝顶爱用拱顶吼，甲压扛起来，并且要起一个好药的土库，以及其他有关的工程。伫咧即个碉堡嘛派驻30到40个人，也决议要用告示通告所有的人，以后伫咧鸡人甲淡水提炼过的硫磺，就是即个。厝地啦吼，上纯的硫磺必须要缴纳11色，而且所有进口的即个谷物吼，切啦吼，无论是米啦吼、小麦、面粉、豆仔等等，拢爱缴纳11色，就进口的吼，进口入来拢爱纳税。也决议最近吼，要将甲北方的村社讲，以后爱含南方的村社相像吼，必须每一年缴纳丢仔就切啦吼，用来向公司纳税。即个北方甲南方，我应该是以台湾吼做标准去看吼，就是即嘛台南。北边的什么新港、麻豆这吼，应该算北方的村社，啊南方就是之前讲的放烧啊社吼，讲到放烧啊社吼，有一个节目我推荐各位会当有兴趣当看吼，但是讲起来是足，毋是介趣味，但是内底即个知识真丰富吼。迄个节目叫做《查咱》。是迄个原住民台，当然我是伫 YouTube 看到的啦吼。查咱，查咱，
南岛还是啥物？看见南岛啊啥物？我查者哈，我袂记啊。见识南岛吼 ，ZALAN 吼，Zalan 见啊，迄个汉字写见识南岛吼，即伫 YouTube 有完整的节目啦吼，已经敢若搬到第8季啊吼。无应该是讲我伫咧 YouTube 看上新的是第八季吼，啊内底足侪。知识足丰富的吼，讲实在是足有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啊。但是讲起来，你若无兴趣，你看你感觉足无聊的吼。OK， 我拄好进前你看几集啊吼，拄好咱有读过的即个一寡咧春夏吼，伫迄个节目内底有讲的吼，比如讲放水啊啥伊都讲的吼。好，转来日一只吼，讲我去最近要甲北方的春夏讲啊，讲爱含南方的春夏相款，逐年拢爱立11啊，立迄个册啊，做公司的事，立个公司的事，并且国语要用快艇吼 ，Water Hound 号来代替 Zero 号航往日本。好，国语国语几个项吼，国语。要断言拒绝西那人准主叫做林时哥啦吼，要求规行备份的顺役者伫个吕宋烟花对伊的旁船所提出的离迩的请求，啥物意思？就是即个西那的准主吼，林时哥啦吼，伊的旁船可能是去互迄个荷兰人抢啦吼。荷兰人顺役吼，顺役就是海上你共抢啦吼。伊的船伫咧伫菲律宾遐去互荷兰船抢嘛，啊，所以要求荷兰人甲即个钱还伊吼，抢离迩吼。啊，结果荷兰人因正议决讲，决议讲无爱还啦吼，要用来。强迫因脱离该航道吼，要甲因逼走就对了吼。并且国语要过来一条吼，迄寡住伫新港的小琉球人吼，照警方的需要以及因的意愿，要互因来即个城堡住吼，就是在咱遮城啦吼。就是因若有需要，因若愿意吼，要甲因对。新港遐要互因来遮住吼，学习工艺，并且为着有需要的荷兰人提供好的服务，所有考虑详细记载伫决议录内底。今仔日有下列船只出入所在号码甲人数如下：3只航空列车载底船码，载56个人，56个人。一只航空偏湖空船载12个人，一只航空南方空船载6个西那人，一只来自海顶载100捆的粗灰仔，甲20稻米28个人。过来8月22吼，1643 8月22，风甲天气像昨透早。上述的3岁的旁船，佮再度出航前往偏湖。暗时啊，北高我读做北高吼，北高啦吼，读做北高。北高的旁船吼 ，PEC 哦，北高的旁船完全落河完吼，准备伫咧明仔载早起要为着同款的目的吼，佮再度航往偏湖。今仔日处理一寡犯罪司法案件。今仔日有一只小旁船对律师来到遮，对因遐知影讲，最近会有运死的旁船对安海前来，原上地带领因来，也写一张中文批，含阮顶回迄张批的抄本交互最近要航往安海的迄只运糖的旁船。早起互生意人接心和酒食，追加最近总督阁下为着印度市场来所需要的货物，
困切请求再来即寡荷尔蒙，以及日本市场所需求的荷尔蒙。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哈堡，载10个人，嘛有一只空船航往南方。哈堡毋知啥物所在，对不下。8月23，落雨的天气，方向无定吼。北高的胖船吼，为着要去平湖装载萨曼德号的荷尔蒙，驶出港外，但是因为惊强风，所以含昨出港的山水的胖船，同齐搁再驶入港内。8月24，风甲天气像昨昏，上述胖船为着上述的目的，搁再一次驶出港外，但是暗时又搁拢驶入港内。公司的胖船奥克梅尔号对平湖装载萨曼德号的各种荷尔蒙来到遮，都随甲互因落好，以便明仔载该动上述迄寡胖船搁再一次航往平湖。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对烈士来遮，空船载14个人。8月25号，透西风天气像昨昏。透早，北高含山水的胖船以及奥克梅尔号同齐出航前往平湖，要去对萨曼德号来落即个米甲胡椒，也为着即个目的写一张批去予该船的主管。中昼看起有一只荷兰船伫即个城堡的西南方。所以就派领工船去遐，迄只领工船伫夜间，甲迄只船带入来即个港内，甲引出来即个港内啦吼。特色我都知影讲是真丰富的 Viligent Heart 号吼就是讲带入来港内，知影讲即只船是啥物船啊？是对一只船哦，是 Viligent Heart 号吼。装载丰富，所在荷尔蒙主要是现款甲粮食，商品无多，合计总价大545000毫吨，并且带来总督阁下数期是本国个1号补给的书信。内容请看附伫遮的即个信函吼。8月26。风甲天气又完像昨昏，开始落迄只便堆船的荷尔蒙。下晡有一只小胖船对安海来到遮，再有600袋米，甲500罐新仔麦仔酒，载20个人。阮调该船的船主甲3-4个主要的新仔人来阮遮，询问因讲伫安海敢有胖船载着尸体要来取缔，就像讲，阮已经听着足久啊，对即个消息已经听几啊空啊吼，或者是因敢知影是毋是有欠货吼？因回答讲，伫遐完全无听到即代志，嘛无胖船吼载货要来遮，因为旧年所有的商品伫日本拢得到真好的利润，所以今年整个南方贵做吼。对一开始，所有对北方再来该处的即个商品，无管好还是歹，拢去互生意人买走去。装上胖船继续运送去日本，直到即个决心无法度买着阮已经该吹几若遍的迄寡商品。即嘛安海已经差不多是拢无好啊吼，而且最后一只运死的胖船也已经对遐出航前往日本。拢无啥物要出航的船啊吼，所以今年的南方贵做有6只5000到8000担的大胖船，以及4只2500到3000担的较细只的胖船吼。
全部拢装载了真丰富，鲜虾已经出航前往日本。又搁讲，一关为着台湾派人炸10万两银去帮去采购。糖伫中国已经真少真恶买着，因此呢，会当再来真少。等等，阮真伤心今年敢若只有迄个新仔人伫日本咧无益，而阮呢，照因的做法看起来，将只有失望而已。8月27，好天风向多变，收到一张对网港寄来德批，对来知影讲迄边状况一切算好，只是欠缺一寡有够重的物件，用来伫迄寡桥条中间来固着这个啥栅栏是啊，安怎读？栅栏我毋知要怎讲，我查者即个遮普通遮，定定看到即个书，结果台语袂晓讲，可能是目沙啦蓝是一般是读烂啦好，台语大书顶有收叫做两个音一个叫做册烂栅栏册烂就是即册嘛，即个读册就对，伊甲它读做册烂另外一个音叫做沙烂就像讲目沙嘛沙歹势沙兰兰是读兰沙兰或者是册烂，所以应该是看是一个读册音，一个白话音啦对一个读册音，我想看嘛，我若感觉这是两个都多相难，我感觉册应该是读字音吗？但是烂应该是白话音吗？册烂沙兰应该是读字音，沙敢毋是读字音？好，安尼好，当做读字音啦沙兰册烂用来就是讲网港遐会寄来批嘛兼讲遐状况一切算好，欠一寡较重的物件，用来伫个桥条中间你来固着册烂我著读册烂啦读即个白话音啦要嘛有一只细只帆船对安海来到遮，载来11订黄金，是罗迪亚，别号叫做加西尼尔所派来。伫伊写互生意人3岁批尼讲，有一只适当的来。有一只适当的帆船装着对广东载来布料以及其他可能处理的货物，会当伫8天到10天内来到遮。这个罗迪亚别号叫做加西尼奥。咱来看一下加西尼奥荷兰文要怎读我用 Google Translate。荷兰文 Jason Nior 杰西尼奥，
其实 J 吼伫荷兰文，我之前看，我今仔看应该拢读做 E 啦吼，所以这只为虾米读做 J 我嘛毋知吼，准无准我嘛无介清楚。声音有虾米遮细声呢？哦，好来。Jason New York。哦 ，Jason New York。哦，我若袂晓念，我就那个甲灌入去即个 Google Translator， 去念吼。好啦，继续后一天8个礼拜。当然这是古荷兰文啦，我毋知含即个现代荷兰文到底差偌济，我嘛毋知吼。8个礼拜，透西风好天，要到中昼的时阵，有一只帆船队回来，载约略350担的糖来到遮。下晡山水的帆船满载胡椒对片蚵来遮，嘛有2只帆船对卡卡燕吼来到遮。卡燕。卡卡燕。好，其中一只伫咧贸易上无得到利益，另外一只伫咧马尼拉被西班牙人用10个士兵拖上去，应该是拖去掠上吧，并且抢走船顶所有的货物，详情记载伫下述该船船主的声明内底，这遮都有写吼。下底这篇日记后壁是，就是即个船主的声明吼。咱搁讲一下，这是啥物？下晡山水的帆船吼，满载胡椒对片蚵来到遮嘛吼，也有2只帆船对加加燕来到遮，其中一只伫咧贸易上无得到利益，另外一只吼，就是对加加燕来的船吼，其中一只伫咧马尼拉去互西班牙人抢吼，所以即个船主甲详细情形写伫下底吼，伊安尼，咱来看吼，船主伊迪亚的声明，伊是主西西亚的迄个伙伴吼，的伴啦吼。主什么意思？伊是主西西亚。首先讲，今年正月中，因的帆船对此地出航要前往帕纳西兰的时阵，在啥物所在吼？申请符考要前往该处的人不过80个人，但是要出航的时阵，发现有121个人。即只帆船所在是一寡粗货，就是空眼布、鼎啊、灰啊、卡提 Kindens 布等等，就这种布啦吼。就我Cartaginians。买入Cartaginians 布吼，买入来价值是1400里尔。即只帆船对此地出航了后，遭遇到恶劣的天气，至到必须要航往海南岛，来取代航往帕纳西朗吼，即毋知啥物所在。伫遐停留10天，天候好天，伫遐拢无交易，嘛无留任何一个人落来。最后总算伫咧2月的最后一天，来到帕纳西朗，伫遐停泊3个月，交易了一寡货物。马尼拉长官命令因必须要离开遐，前往马尼拉，因为被几啊无重视的新仔人漏摄了阮是对台湾来的即个消息，因此呢，伫巴拉西人派10个士兵来因的即个帆船顶，来到马尼拉以后，讲是奉着长官的命令，要甲因主要的货物拢搬去陆上，寄放伫咧国王的仓库里。同时有8个士兵随被调上岸，
伫遐3天后，另外2个士兵嘛已经起山去。迄时因以为讲情况良好，但是当有3个荷兰人、1个意大利人，甲1个希腊人被带到迄个场馆面头前，迄个场馆就是甲阮的船员活掠起来的场馆面头前，无偌久，船主死死啊！哦，所以对遮迄个主是船主啦，绕到一字吼，我都看无啥物叫主死死啊吼。船主伊伫也声明吼，伊是船主死死啊的迄个伙伴的伴吼。船主死死啊，就被场馆下令关入去加罗尼。硬讲所有的希腊人拢是荷兰人的探金吼，甲一个向导吼，向导应该是读向导吧。我查者吼，向导。向吼，读向向导吼，变成爱变调吼，向导。硬讲所有的希腊人拢是荷兰人的侦探，甲一个向导。因此呢，上述的这个伊迪亚，就是写一张声明的这个船主伊迪亚，就趁着暗暝啊，暗时啊，该动另外一只复手的篷船来逃走。迄时船顶有60个人，就是30个行李人甲30个船员，其中有2个人过身。一航离马尼拉，就甲因的航向，基取地，取地应该是台南吧吼。但是因为欠水，所以需要航往打狗。迄时，透袂碎即个西南风，而且嘛已经黄昏吼。即天已经无可能来到台湾，因此该船主就该同另外4个希腊人吼，转来台湾。什么意思？以便议长阁下报告因的回航。伊离开伊的篷船以后，有几仔希腊人，有几仔行李人和公司啊，军队伊公司啊什么意思？公司啊，对注脚写讲公司啊，就是合股的啦吼，股东啦吼。有时啊嘛是指即个农夫，有时啊嘛指工人吼，公司啊。有几仔生意人甲公司啊，吼，军倒伊，但是呢，一看到Thomas de Rook 和迄寡士兵行过来，因就逃走。伊阁声明讲，对马尼拉无炸黄金或者是银，颠倒是伫马尼拉伫咧死社被关入去加罗尼的时，西班牙人摕走了因装着钱的一个。Bosef 是一种用容器吼，一种container。上述的伊迪亚被告知讲，议长阁下得悉伊对马尼拉炸转来的有黄金甲银，是伊家己的同伴讲的吼。为虾米还阁加护任？对此，伊回答讲，伊所炸转来的黄金甲银拢是无真实的话吼，毋是真实的，并且举理由讲。伊有得到场馆离开此地去交易黄金的符克，若是有黄金甲银，何必还阁藏一寡物件吼？下对接日兰亚生日期1643年8月29。好，咱继续看。8月29，风甲天气也像昨昏变落时阵。这我真正袂晓读啦。注音刻伫头前一堆安尼，我实在是袂晓读。我真正拢学袂读，我即马拜托 Google Translator。Vliegende hart. Vliegende hart.
，fliegend heart， 中文翻译叫做飞翔的心吼，你飞的心 ，fliegend heart。好，保心号啦吼，咱就来读保心号。变做迄阵保心号昨昏已经落雨完毕吼，开始咧装糖，以便再去骗予萨曼德号。为虾米我要甲伊直接翻做台语来读吼？因为进前，尤其我记得昨昏。我读一堆人名，一堆准名，读到我是雾煞灰煞煞灰高高吼，我毋知读啥，关系太复杂诶。所以咱直接甲即个意思甲翻出来吼，安尼较好记啦。无实在是记袂掉。萨曼德是一种糖，嘛毋是糖，即种这是个啥物件？我讲啊，我有翻译啦吼。但是讲实在，这到底是翻了对啊毋对，咱嘛毋知啦吼。既然都翻出来，都摕来用啦吼。萨曼德就是蝾螈迄个蝾吼，但是蝾螈各位知影啥物物件嘛毋知吼。我用简字典来做查者。蝾读做羊吼，所以是有边读边啦吼。荣耀迄个荣吼，加糖里边吼，讲是一号糖的名，一种糖的名吼。伊另外写一个名叫做，大家讲大家听有无？善人，OK， 善人吼。OK， 所以Salamander就是善人号啦吼。好，安尼我即句我要读去吼。变做迄阵保心号昨昏呢已经落雨完毕，开始咧装糖吼，以便要再去骗予迄个只善人啊号。甲即个三所的芳船的，含昨昏载来即个糖的迄只芳船的货物拢落来，即种。伊这是应该是希腊人的名吼，希腊人的名，所以我就无爱搁无可能讲用荷兰语搁去翻啦吼，音就好知影三梭，但是毋知对是汉字怎么样吼。好，甲即个三梭的芳船，甲昨昏载糖来迄只芳船的货物拢落来吼，迄寡糖品质袂歹，生理人你嫌啦吼，讲若是希望有糖载来，就袂当遗弃以前的计数吼。就是当下念就对啦，意思讲你若要滴糖，毋通阁用较早较歹的计数来买啦吼。就是每一担4厘甲4又阁1/8厘吼，因为欠货吼，真恶去买着，所以必须要阁加纳一寡吼，加付一寡吼。阮是对即个代志经过详细考虑，感觉讲迄是事实，因此呢，就以4厘半，甲因加付加6半厘互因吼，因要求4厘吼，或者是4又阁2/8厘，伊加付一寡互因吼，算诚大方啦吼。荷兰人我地道看了遮大方，因此每担4厘半吼来支付互因。愿上帝互糖，因为安尼来增加运量吼，增加再来搁较侪来再来取代，用来供应。归国的军队以及波斯的需要吼，目前仓库里不过才7000担尔吼，8月30。装糖到迄个变地船吼，保心号吼 ，Vliegend Heart 吼 ，Vliegend Heart 顶头吼。下晡变做一阵 Zaire 号，来 Zaire 咱嘛来甲翻译一下 Zaire。Zaire， 还是吼无翻译啦，无意思啦，咱就直接继续。我是读 Zaire 啦吼，因为我
哦 ，Zaire， 这荷兰文感觉咧读，我感觉应该是 Zaire 吼。下晡比对阵 Zaire 和对平湖来到遮，8:30号，一句话尔，8:31。风含天气悠远像昨昏，悠远咧装糖到即个 Wilhelm Hart 吼波心河顶头，并且对山水的芳船来落雨。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平湖，载地层载5个人。9月初一，西南南风。大扫好天，已经装载900升又搁400拿的糖，吼，去即个已经装载900升又搁400拿糖的变底船，吼 ，Wilhelm Hart 吼，波心号航离栈桥，准备明仔载要启程出航。不过，无定伫咧2、3工内无法度出港，因为即个潮汐吼。潮汐啦吼，已经真无好。是啥物叫做真无好？是啥物意思啊？沿岸变底船Zaire 号来挖靠即个栈桥，以便明仔载来落雨。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出入所在号码甲人数如下：3只高野船对南方载新茶转来，载17个人；2只出航前往北方的淡水，载70个人。8只前往西南沿海，载有胡椒、大香木、苏木、鹿仔肉、藤、硫黄甲新茶，合计载有358个西南人。9月初2，风甲天气悠远像昨昏，上水的变底船开始落雨。伫咧中大的时阵，有3个荷兰人对卑南来到遮，吼，来到台湾，载来一张下属 Cornelis van der Linde 的批信，吼，迄张批甲阮讲，伊已经安全到该处，到卑南啦，吼，状况一切良好，吼，又搁讲卑南甲以及附近国社的人对用米或者是落坡垃圾的代志，拢无异议啦吼。哦，我忽然间想讲，台东的历史比台北搁较久长呢吼。卑南伫台东市遮嘛吼。哇，所以台东的历史开发的历史，毋是讲开发，应该讲台东有即个人咧住即个，有人伫遐咧住即个生活的历史，遮尔久长啦吼。卑南，所以各位有机会去台东的时阵吼，爱心存尊敬吼，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所在吼。如果讲卑南甲附近国社人对用米或者是落坡来垃圾的代志，拢无意见就对啦吼。承诺讲到时到时阵已经会垃圾就对。如果讲这3个主社的人，这3个社吼，来这3个社我读一下吼。塔卡布、Bobolas、Kalini 吼，这。如果讲这3个社的人，还袂迁徙去边地住，悠远住伫山区。不过，近日将会搬落来。又搁讲，资本社的人继续咧请求，互因搬到边地来徛起吼。为着即个目的，并且为着要请求即项代志，该社上主要的人当中的2个，该当上述的荷兰人来到此地，拍算明仔载。此地应该是讲台南啦吼，来到台南遮，拍算讲明仔载要询问因了后，就要派因转去。下晡公司的篷船奥克迈尔号，会记无？圣人号啦吼，奥克迈尔圣人号对平湖满载着米来到遮，因
因为中途拄着强风，所以该船损害严重。哇，是人啊好歹去啊！必须要修理棚吼。该船也必须要拖到岸顶去清洗。今仔日有一只高野船对澎湖载汉子来到遮，载16个人。9月3号。西南风打扫的天，早起叫迄寡猪本社的人来阮面头前，因佫会记猪本社来要求讲要搬去平地住吼。因为着因的社人啦吼，以因的方式请求会当和公司和平相处。因的社人愿意遵行公司命令，因所做的所有的代志。所以按照点吼，3点吼，按照进前毋知叨一天的后壁是写叨一日的决议吼，来甲因批准吼。所以因为此感谢阮，并且看起来真欢喜吼，阮着赠送因每一个人3袋contents。讲应该就是头前已经出现几遍的讲的，讲迄 content， 我不晓念 contents 布啦吼，即种布，真正拢写做即个 content 啊，我不晓念，哇，拜托。Got the Ginges. Got the Ginges 哈。CATTEKYNTJES 哈 ，Got the Ginges。其实我感觉这Google Translator 无照荷兰文读咯，嘛是乌白读啊，无定是读英文咯。因为 J 伫个荷兰文爱读 E 啊吼。但是这因为即嘛无荷兰文咯，所以伊就乌白念。我看嘛，你是毋是要查另外一字 Gattelinje. ？Gattelinje 哈，这是伊讲原文语言是英文哦。好啦，乌白念就还是就是乌白念。讲即个。等下日子啊啦吼，讲迄个日本社人诚欢喜，所以阮送因每一个人3袋即种布啦吼，Gattelinjes吼，以及合计3斤的薰草，嘛伫咧因的请求之下，交2支管重，互因吼权杖啦吼，权杖有个台语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吼，我看台语大书店有收。无，安尼我着公主杯吼，观众交2支观众，互因用来因的社人来展示吼，因已经和荷兰人缔好，而且已经成做指挥者吼。暗时啊，行李人背锅诶，迄个篷船对澎湖满载护照来到遮。嘛有一只篷船对回来，载约了800担的糖来到遮。即寡生理人你念讲，就像顶一回迄寡生理人所讲的吼，糖伫咧时若抑阁一直咧起价吼，袂当用较早的价数来交易，必须要加付一寡互因，安尼才会当阁继续载糖来吼。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烈士来到遮，载80袋米、30担盐甲6篮的糖。坐14个人，邀一只对漳州来到遮，载有30袋米、20担盐和40捆茶帮，载8个人。9月初4，风甲天气悠然像昨昏。
要暗的时阵，边队阵 there 号吼落号完毕，就开始征问归人所需要的食物等的各种需用品，以便要开动随时将将对江南前来的快艇 Vals 号吼和 Kiwi 号吼 Kiwi。咱来查下 Vals 甲 Kiwi 有啥物意思无吼 ？Vals VOS Vals， 我尽量读做 Vals， 但是我看荷兰文爱读做 Vol 吼 Vals。原文拢是法文。Vals 是。我毋知是荷兰文还是法文啦吼，是狐狸啦吼 ，Vos Fox 就对啦。狐狸号甲即个 Kivit Kivith 吼 ，Kivit 无啥物意思吼。好，咱转来第四只吼 ，There 号落号完毕，开始征问归人所需要的食物甲各种需用品，以便要开动随时会来的迄个 Vos 号甲 Kiwi 号吼，前往归人去执行总督阁下命令，同时白果的芳船嘛落甲所载来号召落来。9月初5。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有一只芳船对片湖内遮载来50担盐甲30袋米，载有15个人。9月初6，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有3只芳船出航前往南方，载17个人，也有2只出航前往北方，要去交易硫磺，载22个人。9月初7，强烈的北风打扫好天，早起有一只细只芳船对沿海来到遮，载来约80担的冰糖。该船的船主讲，生理人决心将会确实伫2-3天内坐伊的芳船前来取缔。船顶有一半载着粗货，一半载着丝。大船 Waterhound 号的修理工作已经要完成吼，来 Waterhound。Waterhound 哦，这个正确啦吼 ，W 吼，伫咧荷兰文读做 V 和 V 相款音吼，共音吼 ，Waterhound 无意思吼。我真正读做 Waterhound， 大船 Waterhound 的修理工作已经要完成。今仔日甲即个商管仓库里所有的货物，以及用即个仙童仔号甲即个仙人仔号甲 Heart 号，就是迄个 Wilhelm的 Heart 吼，保心号吼，对，已经用即2只船啦吼，仙人仔号甲即个保心号对。巴达维亚所载来的货物，拢装上该船吼，就是用这2只船甲货载去迄个Waterhound 吼。9月初8，多变化天气甲风，要到中昼的时阵，受到中苏对芒港寄来一张批，的确可能有几啊西南人海贼吼，西南海贼啦吼。盘踞伫咧本港溪呢，这代志也有西南人来问阮证实，因此呢，为着要查明究竟，所以就随派2只舢板准备好，要载18个士兵，由总旗官 Julian Smith 指挥，命令伊，如果伫咧遐发现任何海贼，就要攻击因，甲因拍败制服。今仔日有3只芳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有胡椒、硫磺甲一批藤，合计100个人。本港溪就是北港溪啦，吼，应该是北港遐啦，吼。
我记得我较早就捌看着讲，伫咧荷兰人来进前，其实是若海贼就已经伫咧北港遐吼。即看应该是大家拢看会到，我记得倒有足侪历史资拢有写吼。好，我哋即马即海贼无法度伫遐徛起啊吼，荷兰人咧赶。9月9号，西南风好天，下晡商人吼，就是生意人食心的芳船已经到来到遮吼，伊家己抑个有老爹吼，别号叫做加新尼尔，加新尼尔吼，也港船前来吼。再来日本甲荷兰所需要的4甲11个布料，价值是36000里尔。此外，抑佫有粗货甲300担的糖等等，阮着爱紧快速来收买日本市场所需要的布料，以便明仔载装去明要出航，歹势要出航前，拢日本的大船吼 ，Waterhound 吼。但是新仔人却遐尼无理吼，甲因的即个物价吼，掠甲遮尼悬吼，地价无法通通。讲袂好啦吼，讲袂妥当吼，所以因真无理来要提出从来毋捌看过的悬的价钱吼，因此决定无爱甲因买吼，互迄只大船按照预定吼，明仔载出航，因为贵州方已经将要完全家己无法度通过延前了吼。咱若无即抓航行，会变甲足危险吼。下晡看见南方有一只荷兰船来，所以就派领工船去遐。该领工船伫暗时啊，甲带领商务员炸着批来阮遮吼，来将你得悉吼。所以知影讲，迄只船是装载丰富的快艇 ，Livework 好。毋是柳，应该是雷，我毋知，袂记啊吼，伊毋知要哪读，袂记啊。Livework 吼 ，Livework 无意思啦吼，无翻译意思，敢若是个名 Livework，Leeuwerk 吼 ，Livework 好吼。讲迄只船，该船啊吼，迄个南方看，伫南方看的迄只荷兰船是装载丰富的快艇 Livework 号，所在主要是现款，达到507800毫吨，是本柜对总督国下所会当期待派来最后一只船吼。今仔日有3只细只篷船对南方载酒号来到遮。好，今仔日读到9月初10甲头了好了，剩1分钟。北方寒冷又搁落雨的天气，甲淡水所需要的日常用品装去 Zero 号，准备明仔载要开动快艇护理号吼 ，Voss 航王飞人，夜间真暗，快艇 Livework 号吼，驶入去即个港内，感谢上帝带领伊平安来到。因为潮汐甲风无适当吼，无法度将巴达维亚送来的猪、法国的葡萄酒，甲即个卡波德维尔的山鹑吼，鹑是鹌鹑迄个鹑吼，鹑要哪读啊？鹑读做鹑，鸟仔名吼，或者是鹑吼，鹑也是我读鹑好啦吼，鹑鸟的名吼，讲烟鹑，烟鹑是烟鹑，我爱读鹑好啦吼，烟鹑，拍烟鹑，掠烟鹑吼，烟鹑鸟，鹌鹑吼。讲无法度将巴达维亚送来的猪啦、法国的葡萄酒啦吼，甲即个烟鹑吼，甲即个卡波德维尔的
村吼交互Waterhound 号载去日本，虽然随下令转运嘛努力咧试讲试过，因此呢，为着无爱不致腐坏吼，有一寡物件会先食用啦吼，其他的保存档的储备一直到明年。今仔日有3只胖船对安海来遮，载有500稻米、140个铁鼎、30担糖5匹用布、14担4甲1批灰仔，载有110人。以上9月10号，好，今仔日读到遮吼，我看嘛，爸比做一寡笔记吼。荷兰语、感情荷语，属伫印欧语系，对啦，日耳曼语系啦，我拄则一直讲想袂起来吼。所以是和德国吼，德语啥物是拢较接近吼，主要通行伫荷兰全境、Belgium、弗拉门大区甲南美洲国家苏利南全境，这3个国家共同组成荷兰语联盟。荷兰语是荷兰、比利时、苏利南吼，甲阿鲁巴、库拉索以及荷属圣马丁的官方语言，并且伫被荷兰统治4个世纪400年的印尼啦吼，嘛是日常有咧使用吼。全世界约2400万人以荷兰语为第一母语。我较早有一个同事，较早熟悉一个同事吼，毋是一个同事，一个同事是印尼来的查某囡仔吼，因男朋友是荷兰来的一个帅哥吼。OK， 帅哥就是一个阿高兄吼，乌高兄。好，地窖土坑土库啦吼。栅栏吼，册栏吼，围栅向导，教育部的向导吼，向导吼，报马啊，侦探啊，龙源吼，我毋知变态是后壁就是伊的变态了后是做啥物款，我毋知吼，等下再来看者吼。叫欧妈妈。欧妈妈，其实龙源和神人应该是无共物件的，我毋知为虾米迄个甘地店就写神人吼，所以我就甲讲神人。因为龙源是另外一种，敢若是伫水的，你生活的吼，毋是像神人啊，神人是大的吼。OK， 你讲嘿，歹势你讲。是毋是娃娃鱼啊？应该是嘛？应该毋是呢，我感觉毋是。那毋是哦。伫日本啊，台湾都叫大吉啤酒好笑诶。伫日本敢若直接看到啦，伫台湾可能较无啦，因为伫咧漫画日本漫画内底看会到吼，迄是咧卡通迄种看会到。好 ，OK， 好，安尼到遮吼，咱礼拜继续来，是礼拜吼，咱继续来读即个出师线吼。好。咱遮写日志后礼拜再搁继续吼，感谢迄个 translator 吼 ，Google Translate 当甲咱翻译一寡趣味的名，互咱较好记。无实在是看迄寡名记袂牢，尤其是一时啊，一篇日志内出现4-5只船6-7个3-4个名，我就规拢毋知你读啥。好，咱到遮吼，各位再会，感谢大家。感谢大家。